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的，我是吴义勇。大家就过好谈故事，我们今日有请到的就是讲故事的人，伊呢今日呢提进行合法讲故事的顺序发通，陆续呢来到南部，新嘅16呢会去到台南哦。我们有请到的首先为大家介绍是刘爸爸公演故事剧场的团长刘启发团长，团长好。主持人、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陆爸爸，小朋友叫我陆爸爸。哦，陆爸爸好。你好，你好。接下来的是讲故事先生，张快飞先生，先生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快飞，我是苗栗4年，也哈带团长，我是陆爸爸说演故事剧场底的团员，大家好。欢迎先生欢迎陆爸爸。陆爸爸，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姓氏一听就是客家人，然后有一些姓氏一听也知道不是客家人。陆爸爸不是客家人，是客家女婿，对不对？是，我太太是东市大茂埔。对，客家女婿。那怎么会有这个机缘？这次参加客委会这个客语说故事的这是一个充满也是一个故事的一个案子啊，就是客委会在这一阵子一直在推动客语讲故事。那在台湾很多图书馆、很多社区、很多优秀的故事的前辈跟老师在推动客语故事。那可是，在故事的这个领域的部分，很需要有一些学习跟一些分享。好，所以我在去年就加入了这个计划。那做了这个计划之后呢，我从一个不会讲客语的一个客家女婿，跟很多老师做结合，然后怎么样去把客语能够推动出去。所以我们开始把客发中心的一些绘本跟在地故事和节庆故事，开始在图书馆、在文化中心、在很多的公开的场合开始去做一个推动。所以从一个不会说故事的一个故事老师，然后开始带动故事培训，然后进入到故事的演出，然后到巡回这样子。刚好有这个缘分。对，所以刚刚也有问团长，现在这半年来客语越来越听得懂了。是，对。沉浸式教学就是这半年来开始，我的团队以及现场的很多亲子的好朋友，然后在这个客语的一个环境之下，慢慢开始我听得懂了。对啊，也是对我们也是很好的缘分哈。很多人更多客家人可以认识到陆爸爸。谢谢谢谢。那张先生呢，侬会来参加一个讲故事嘅呢？因为我差不多喺以前嘅小段张今年嘅劇場，今年之前喺第部卡專心圖我嘅兩隻細部咧，差不多我嘅滿字。中班左右，我就在思考講前頭路嘅事情。不過因為我離開社會太久誒，故所我嗰樣時我一講冇辦法適應社會，我本人協，拄好就看到陸爸爸嘅塊嘅故事欣賞訓練課，就想講就考到嘅客語嘅中國口認證，又想到我妹講誒，你賣注重鐵，冇注重言，就想。既然已經花按多時間咧去考試誒，一定會做到嘅物件去傳承合法。故所就想既然快考誒嘛，我就傻去報名。人家講就聽人講，陸爸爸特別去快考，一天秒殺。故所我當幸運，就是報名成功未去上課陸爸爸去教嘅。技巧係我有興趣嘅，就一直都也下安尼。剛剛你講以前差唔多，嗰時候差唔多六年啦。差唔多去年左右今年嘅。去年剛剛你睇哪看到嘅報名嘅咯？唔知啦，唔記得咧。我就看到有人分享，就當中做得哦，因為嗰樣時啲想講咁樣嘅適應社會嘛。又講講，因為太久冇做事。你不卡好多年咧，就當人講，假使冇辦法適應用假啥，看到加報名哦，係因為就考到嘅嘛，考試考到嘅一定要做到嘛，家當做得，冇對唔起我去個準備考試嘅嗰段時間。陸爸爸那個時候拋出要徵說故事老師，就是為了這個案子嗎？其實不是，不是，當時只是想推動閱讀，然後親子共讀，然後能夠在社區，然後在學校。然後甚至我們到偏鄉部落、到醫療院所，
去跟孩子说故事。那当时并没有设定是某一个对象，或是族群，或者是议题，我们对这个部分都是开放的。那是因为刚好去年底有这个机缘，然后跟客委会合作这个案子，我才开始把我们剧团的会客语的老师们赶快集合起来。有四线的，有海陆的，有大埔的，然后开始我们怎么样就每一个地区的演出跟内容，然后去做故事的设计这样。原本剧团里面就有会客语的老师，对，凯慧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个时候还不是为了案子，所以凯慧老师就已经进来了。对，是，就刚好抓到一个，赶快把客语的集合起来。那个时候这样子语言转换的训练会不会困难？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导演自己听不懂客语，所以我在语言上面比较难去跟我的演员去沟通，说你要怎么样去讲他的语气、语调这个部分。那包含可能在角色上面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必须把一些原来不会客语的故事老师跟团员也集合起来，安排比较小的角色，然后呢给他去。刚开始是硬背，就是你就有你这个角色，然后你演八公，然后就背这3句话。好，你演这个雨神就背这几句话。他们从完全不会到现在，我的团队的老师也开始慢慢开始在说客语了。剧场里面有几位老师？目前有10几位老师。那不少哎。对。然后老师那个时候在征说故事的老师是表示他不是志工对，我们来自于我们的团队成员来自于学校跟社区，好，或者是一些对说故事有兴趣的一些朋友们，好，他可能是退休人士，他可能是各行各业，好，然后他利用可能用下班时间或者是生活中，像凯慧是家庭主妇，然后接送完孩子之后到剧场来做练习，好，甚至牺牲假日时间，好，然后我们用这样的方式集合这一群伙伴们去推动阅读跟故事。跟在地的文化这样的一个议题。刚刚凯慧老师，你可是讲一把好讲故事，因为讲故事可能大家一听到以为很简单，对，想说我们从小都在听啊，然后我们从小就会，我们可能大一点点就开始会跟人家说故事，好像很简单。刚刚你可是你批为什么要上课？你会不会有这个疑惑？这有什么要上？我2个 C 不能感觉被因为我去上课之前，其实我有听过陆爸爸讲故事。故事我睇有提供佢讲故事的方式咯，一般人都会看到嘅非本的故事欣赏的方式係冇共用嘅。用嚟冇共用。一般的故事欣赏嘅拿定非本嘛，2本4年嘅他。不過陸爸爸嘅方式係將自家變做故事地度的人物。用故事內容做本大家看，故事兩種方式係冇共用嘅。難怪叫說演故事劇場，就不是那麼簡單。因為剛剛陸爸爸說我們可能有一些不會說客語的老師，他要去演小角色。我想說，不是就一個人就好了嗎？全部都我一個人？不是對。所以是很費工的，都有角色的，都有角色。嗰種家下就已經啲嘢，冇按簡單。所以這個故事老師他要會演戲。對，那這個演戲對我來講，可能不是一般舞台劇的練習，而是說怎麼樣融入這個繪本中的故事的角色。那因為我們也一般我們在我劇場裡面說故事比較少拿書，但是我在推動孩子多看書。因為借我們的表演，然後我們的一些動作也好，聲音也好，劇情也好，讓孩子對這個故事有印象，好，以它裡面的劇情有印象，這個角色有印象，啊，他開始去想要去讀這本書，所以可能也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在這幾個月在推動客委會的繪本的時候，發現我們並不是在教客語這件事情，而是在把客家文化融入故事裡面。剛凱慧先生講，一開始看過誒，好，劉爸爸演的呢，唔係按簡單的講故事，冇錯。你看喺上個咬去學，係，因為就我自家經驗來講，假使我喺念故事書，本來用在細部嚟讀，其他就覺得一下零碎，一下照你講，一下思不用，一直分析，你就無限悽差啊！我假使我用陸爸爸嘅套將自家變做故事地度的人物故事內容做本給了看的時候，其實點都會點點的動認真堂來講故事，上變一下的動作一變一下，其他就是動生氣就會點點的看來講故事，堂來講案的，就確實各項的都有呢。冇唔錯。剛你去學的時間，我感覺講會難冇？
讲排泄。哦，嘿嘿嘿，因为老一般咧讲故事木像迄念本小朋友读嘛，叫较简单，就走点书风的诗去念。不过等变做你老伊走出来的时候，就会说哎，好像怪怪的，排泄安尼。嘿，就算迄做文去甲声音呢，没歪哈，没歪呢。哦，都是还会歪啦。嘿哦，都是还会歪。陆爸爸刚刚我问凯慧老师说，他一开始学你的这个方法的时候会不会难？他说反而是会不好意思。对，就算演给自己的小孩，也是会不好意思。是对，因为我们一般都有一个框架在这边，好，都是在念故事。可是我们希望我的团队的伙伴们是把自己变成角色，演出来给孩子看。好，我不是跟孩子说，各位小朋友有一头熊要来咯，而是我就是那头熊。好。哦，各位小朋友，我是一头熊哦，我要来这边哈，所以他们要把自己变成那个角色，所以他必须要真的要放下框架，忘掉是自己，然后到角色里面去。你什么时候想到我要用这种方式说故事？其实这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也是一个故事啊，就是我在我全职15年的故事的时间，那讲了将近8000多场的故事。可是在15年前，我那时候面临在我中年的失业，那对人生上不知道该走什么方向。好，那在社区里面刚好就是有社区的小朋友啊，看到反正我没事做，爸爸妈妈就把小朋友带到我家里面来，我就变托育人员了。哦，他说那小朋友看到我就大眼瞪小眼啊，好无聊哦。那我讲故事给你听，然后讲什么故事？我说实在话，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说故事。那孩子们就会说，你就演给我看啊，你就假装当白雪公主啊，你就假装当巫婆啦，你就演苹果啊。是小朋友在点菜，对，在点我在点菜，我就开始好玩，那我就开始跟他玩，我就变成公主，变成巫婆，变成苹果，就发现孩子好喜欢。然后后来就变成我家好像就变成一个幼儿中心啊，大家都来了。然后后来就发现那时候刚在学校里面在推动阅读这件事情。那我用说故事，孩子听故事，他想要去看书，就搭上了孩子主动阅读这件事情。很多听过我说故事的孩子，经过好几年之后，看到我还会记得，我曾经讲过什么故事跟内容，因为我们用画面去呈现。所以这次回到我们客委会的主题里面，就会觉得说，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带孩子认识，原来生活中很多的食物也好，一些习惯也好，或平常用的生活动作也好，原来用客语是这么的熟悉。就慢慢让孩子去习惯这一些的语言，这样子。对，所以从一个在中年茫然的一个人，慢慢就走上这条全职路，这样子。哇，陆爸爸本身就很有故事了。不敢。头多安尼观众朋友听下来，迄每位贵上一滴，甲都带很用来讲故事呢。俺们了一下听，过唱两位，做一些团本案来看。嘿嘿，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跟你们说啊，我是橘子哥哥，好开心，好开心哦！因为我今天来到了这里，要说故事给小朋友听哦。我住在海边，你们有去过海边吗？可是最近啊，海洋很奇怪哦，很脏很脏，究竟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决定了，要下去游泳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哇，海里面好多鱼在讲话耶！可是这些话我怎么听不懂啊？你迄慢人啊，我当初冇看过你呢。我有听懂，我有上学，你在讲客语对不对？也系客话。可是海洋应该是很漂亮，怎么这里都脏脏的啊？哎呀哈，有东田往垃圾的海底度啊！都被污染了哦！我肚子好饿哦，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你肚饥哦？对。前面啊，开一间新的餐厅，带你去。哇，海洋中有餐厅呢，我要去吃了！这个菜单好特别哦！这个菜名红烧宝特瓶。
阮塑胶管的，清真塑胶袋，整油脂落的，凉拌吸管，竹管沙拉，哦，还有这个炸瓶盖，炸瓜的，还有好多好烟蒂小点心，还有盐丝的小点心呐。不对啊，各位小朋友，你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吃吗？谢谢。哦，哇，真的会想赢呢哈，就是连大人都会一直注意。哦，哇，果然就是陆爸爸就是有功力哦。没有。头都按呢开批欣赏，你要拿下来吗？莫讲谁莫按呢印带的那个头套啊，哦，所以刚刚就是在讲跟海洋保育有关，是。然后重点其实不一定要是客家文化，但是可以置入一些客语，对不对？是，这次客委会非常认真在推动客语讲故事。我们在每一个区域所设定的故事内容跟题材也都会做一些变化。好，我们在东市演出过虎克船长跟小飞侠在山城决斗。好，我们在这个六堆运动会是讲六堆运动会的绘本。好，我们在花莲是讲小王子的故事。好，那我们这次在台南要演出的故事是跟海洋环境教育生活中的一些环境教育跟垃圾分类。好，就有这样的一个生活中的情节，让孩子们去对于客语这件事情更熟悉，这样子。然后又可以知道很多相关的知识。是，对。刚刚凯慧老师就是夫姐给好发给普普的，冇錯，所以是给翻译黑五翻哈。冇錯，自己老师翻译。对，因为这一次我们还是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现场的亲子朋友们不见得全部都听得懂客语，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说他因为语言上有一些隔阂，所以我们可能是3-7比或2-8比，所以我负责那3或2的部分。所以当我发现小朋友的眼神出现了可能听不太懂，好，或者是不太理解的时候，我的角色就会出现，变成一个在学客语的这个角色。好，再重复一次也好，或者再用动作去重现刚才的意思，然后小朋友就原来刚才这句话是保特瓶，这句话是塑胶袋，然后这个单字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会理解客语这样的一个呈现的方式。头都一个开笔欣赏，已經做嘅一個1-2年咧，差唔多。也下唔會排寫嘢啦，較唔會啊，較唔會。如果太淡嘅嗬，要一絲絲咧。咁一下上台係會緊張冇？到時候行係會，行係會。就算係新人咧，行係會。因為行會有太年啊。哦，那如果都是小孩，你是就不緊張，會嗎？如果有吵因為細年呢，佢較單純，佢就會專心談故事啊呢。比較不會批判。冇錯。太年會注意個，你講嘅客話係談係什麼？可不可以注意下較小細節？那陸爸爸，你都是怎麼挑題目？就是不止客語的故事，你都是怎麼去挑一些？我首先先從說在地有沒有在地故事。好，比如說六堆的故事，然後我們在苗栗，那時候苗栗是因為節慶，我們講收東西的故事。好，然後或者是說我把一些媒材，好，比如我們現在正在推的 SDGs， 好，聯合國的一些繪本分類、故事分類，好，然後把它帶到故事裡面。好，所以我們也希望孩子們在聽這個客語講故事當中，它的來源是多元的，它可以是兒童文學。啊，它可以是在地故事，或者是一個節慶故事，好，或者是我周圍這條土地公廟，或者是河川，好，都有故事，對，所以我從這個媒材裡面去做選材，然後再跟演員去做討論。我們每一場演出是沒有劇本的，我們只有故事的段落，因為每一場發生的狀況也會不一樣，就孩子跟你互動。因為畢竟這一次的巡迴比較重視在學習這件事情跟互動這件事情，好，所以我只給他們演員段落，這一段要發生什麼事情，這段發生什麼事情，這段發生什麼事情，然後到台上大家就看着辦，然後我們就是去做對話，然後現在孩子可能會丟東西出來，好，我們就要回話，
对，然后而且我会把当地的文化带进去。我们在东市会谈到东市当地的一些美食啦，好，当地的一些文史特色啦，好，把它融入在这个里面这样。你可是一开始学戏就学活戏啊，很像传统戏曲哈，对，像布袋戏那些都是贴一个小小大纲而已，然后台词全部自己发挥。是，对，主持人帮，因为那个叫本事，就是我们早期那个东西叫本事，所以这样人家说，哎，你很有本事，就是说，我很了解这一个故事的脉络，然后我很有办法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也希望。我的个人认为说语言是活的，我也希望孩子们在听到客语的部分，他不是在讲客语补习班在练客语，而是他可以这么亲切的在生活中，在我的周遭就可以听见。那讲了那么多客语故事啊，觉得跟其他语言的故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感受？唯一的最大不同就是因为可能毕竟语言这个部分，在很多的孩子跟亲子可能还是比较陌生一些。好，所以我们在动作上，在速度上，甚至图线的呈现的图卡，或者是现场的画面道具的应用上，必须比一般的在说故事所使用的部分要更加的一些注意。好，所以它可以借由我们的动作图卡，或是一些辅助的相关周围的一些技术性的部分，好，甚至音乐，好，让孩子了解剧中的一些情节。对，所以在这个部门会做一些调整。刚刚开始欣赏咯，你一开始讲会拍摄，啊，除了那个还有嘛个，你感觉哎好那个故事剧场啊，感觉嗰种很难呢，还讲唔挺有心得的部分。真困难的应该係講故事甲講合法的比例。唔對講較深條的，還是講較淺條的。因為雖然講會報名談學語故事的家長，一定都是會老細年講下。不過實際去講故事會發現講，當到細年其實其他唔識。嗰個較困難的地方啲呀。你就會配合佢哋會做調整安尼。咁表演方面呢？表演方面差唔多誒。不管係講華語嘅吼，講客家嘅吼，其實表演方式係共用嘅，就差到語言嘅部分。咁唔好嘅時節，有關表演，因為一開始你講要表演會拍攝嘛，哈，那你怎麼克服呢？硬着頭皮上，就會硬做，就硬做，即係老對起來講，唔做得到。陸爸爸教過那麼多說故事老師，大家最大的那個困難就是一開始的不好意思嘛。對，就是那個框架，然後覺得一定要拿一本書，然後去念裡面的文字給小朋友聽，然後一定要很厚的教育意涵，然後有很多的知識道理在這個當中。好，那我會希望他們真的是放下所有的一些想法，然後開心的玩，啊，我們開心的玩，孩子就會開心的去吸收我們所給予的所有的故事的內容。對，所以我給凱慧爸爸說的老師都是就是開心的玩，然後很瘋狂的去玩這個故事這樣。但有沒有什麼很重要的技術面？你覺得要注意？技術面基本上還是有，就是說，當我們希望說他們練會武功之後，化掉武功這件事情了哈，所以他們基本上在肢體動作、表情、語言哈，甚至道具、偶具的應用，好，這是一個基本功，好，以及我們將如果拿着書拿書的方式，好，然後跟孩子互動的很多的想法，這是你的眼神啊，哈，都去做很多的練習，好，當這些練習都學會之後，就看到每一場的不一樣，我們怎麼去把這些的技術去把它使用出來，這樣子。談起來，係咪講故事幾有學問，唔過又係幾神奇吼，幾上嘅好嘅東西呢？我哋了下聽過技術強高亮嘅欣賞，伊能對講故事一件事情，伊能自家有得到乜嘅收穫？
我想多种来福起来嘅现场，我哋今日的来宾系688公演故事剧场嘅团长刘佑杰团长，还有张慧飞先生。头多两位都有讲到哈，很多跟说故事有关的，不管是技巧啊，然后还有一些经历啊。我想要问陆爸爸，你讲故事15年呢？哇，这时间不短呢。是。为什么你可以一直保持这个热情啊？其实就是一个冲劲，一个傻劲吧。就是我真的非常感谢一位剧场界的前辈，国修老师啊，他有句话叫做"人这一辈子做好这件事情都功德圆满了"。好，那这句话对我们其实很多后生晚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其实我在说故事这些年来，在一路上看到好多的孩子们，好多的家庭们，因为故事做了一些不同的改变。好，刚开始大家觉得说故事，它只是就是把绘本念一念传下去就好了。可是我这几年来发现，很多孩子因为故事做了很多的变化，甚至也发生了很多原来心中的那一个故事会呈现出来。啊，比如说有些孩子可能像最近我们也发生一些案例，啊，一些孩子听完故事之后，开始会去思考，原来我的身体是这么重要，不能被别人碰触。然后他就会跟他的老师反映，结果这个案子可能真的就成立了。有可能这个孩子他心中当时很沮丧、很难过，好，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借由故事做了一个产出，他可能想念妈妈，他跟这个思念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听完故事之后，他可能流泪了，可能伤心了。那很多家长也因为故事更了解，原来绘本真的不是只有给小朋友听的。我们在说故事的时候，心中也因为那个角色走了一次人生的那一个历程。所以我发现，在一场一场下去，我就发现，原来故事不只是故事。他可以去看到好多好多孩子的那一个最美的地方，所以我把每一趟的旅程都当成是一个旅行，一个学习。我可能从中部开着车到一个很偏乡的部落，我可能花了将近4-5个小时的时间，只为了讲40分钟1节课的故事。当我结束之后，孩子会开心的问我一句话说："陆爸爸，你明天还要再来吗？"我当时那个心情是很快乐的。好，很开心的，对，所以我从他们的身上真的学到了说，原来我这件事情可以去长长远远的做下去，对，所以就可能这一个热情吧，就支持我一直全职走了15年的说故事路这样子。慧飞先生这个两个声音呢，嘿，本单迄这个段呢简单的讲故事，结果去陆爸爸也偏好，好多专业的，尤其讲本韩国多声音的他。迄面就能发现到个讲故事嘅力量啊！有，系啊，其實像樂隊嘅時候啊，講起故事嘅樂隊嘅片表演歌體，就有一隻橙色藍色寫下字嘅，有韓國人就讓佢表示講，我講嘅強調係幾糖嘅色嘅，係啊，像還有像啲。苗栗嘅片啊，還沒冇想到原來苗栗嘅4年其實還係有動到年係糖係適合法嘅，係啊，就會發現我講係本記得感動較多，不如講係記得本係感動較多，係啊，因為原來佢都係做得同合法故事係接觸合法案嘅，係啊，就從頭到陸爸爸講哈，就是你可能開4-5個小時的車，然後講個40分鐘。但是不是那些小朋友啊，或是親子，那個笑容就是讓你就是掉下去，你就沒有辦法回不了頭，就像愛麗絲夢遊仙境那個兔子洞一樣，我就一直往下掉下去了，然後永遠好多的門後面是一個未知數，不知道後面打開之後是什麼驚喜，然後把自己在這個洞裡面去做一個探索，然後去做一個學習，所以我的每一場活動都是一個全新的學習。所以當時我接了客委會這個案子，其實很多朋友都說："陸爸，你完全不會講客語，你敢去接客委會的案子？"我說不怕，我就是從頭學啊。所以我也跟客委會的很多長官報告說，我真的是不會客語，但是我願意學習這件事情。所以主委那時候見到我第一句話還問我說："你一定不愛老婆，對不對？"我說："為什麼不愛老婆？因為你客家女婿不學客語了。"好，我進來要考客語初階認證。哇，真的。對，所以每一場的案子，每一場學習，不只是客委會的案子，任何一場案子，我們都在從中間去學習那個新的領域。所以我們上山下海，我們在海科館，我在水族箱跟孩子講美人魚的故事，
我在乌日飞在轻航机上空去讲乌日的故事。好，所以其实说故事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空间限制、跟领域限制、跟对象。我希望这个故事可以穿透到很多很多，不管是大人也好，孩子也好，心中的那一个最纯正的那一个弹珠吧，快乐的弹珠这样。而且就像刚刚两位说，重点其实是互动，它不是把故事讲完就好。所以这个好像学无止境哈，因为你每一场遇到的人都不一样。对，所以为什么我说每一场我没有给他们脚本，不是去背，我今天演完60分钟演完了，然后大家拍拍手结束了。我们每一场都希望孩子跟我们很多的互动，很多的学习，也跟现场孩子学习比如东市那一场，我们在国客船长出来的时候，跟小朋友说我们要找快乐，什么是快乐？我就拿了一个时钟开始拨时钟，我就问现场小朋友说，昨天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你要用客语回答我。前天晚上8点你在做什么？你用客语回答我。那我就开始倒转时钟，他们去找到那个快乐。我问爸爸妈妈，你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爸爸妈妈用客语回答我，结婚的时候最快乐。好，那我再转一转。竟然有人会讲这个答案。我再转一转，现在呢？不快乐。所以说我在很多的桥段，我会希望跟现场孩子去做互动，因为那一个呼吸跟那一个眼神跟那个，我觉得是故事里面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今天不是在卖他们这一本绘本，不是要他们去马上去订购这本绘本，而是希望他们从里面的故事学习到一些更深层的想法。感觉心脏要很强黑妹。没错。因为真的，如果你突然有一个你不知道怎么反应给死结。是我也曾经训练演员的反应，他们不知道我在那个包子里面放了芥末，因为那场演员他那场戏的情绪出不来，我说怎么办？怎么练不出来？好，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里面塞了很大量的芥末，一口咬下去，真的眼泪全部都飙出来了。然后怎么样在现场去做回馈，去做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转换？好，那这个好真实哦。你会出这种状况题哦？对，他们现在看到常有吃的，他们都不敢吃了。就不敢吃。刚刚有拄到过嘛？给你感觉哇，很会吓到的情形吗？我吓到的情形，较多的情形是基本的挑战。陆爸爸有给你什么挑战？有吗？个震撼教育？自动跳痛，很好。跳痛就是有时候抓不到。你给我出门个题目啊！表演的时间，陆爸爸也会突然是，比如说在东市那一场，他扮演这个叮当经理。好，我演虎克船长，有个桥段，他必须绑在那个柱子上面，被虎克船长绑住了，然后这个小飞侠写挑战书，我说哎呀，把你绑住了，就那天我忘记带绳子了。怎么办？不能绑啊！然后我想说好，没关系，小朋友在现场也不能绑，这个画面不太好看，我就随手一拨，嘿，啪，他就必须绑在那个柱子上面。我发现他表现很棒啊！这个动作太好看了，再来一次。我就跟小朋友说，小朋友要不要再看一次？要，来，吸回来，蹦再一次，他就蹦再一次。那他2次就可能会表现不一样。那我丢出去这个球，他有没有办法接到？他可以再回给我啊。但是我们这个团员在台上也玩得好开心，因为我们玩得开心，孩子们就看得快乐。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本子里面去进行了，对。哇，真的要很有即兴的能力，所以那个基础要打好，对不对？你后面才有即兴的能力。所以是不是陆爸爸这边也一直在培训新的说故事老师？是。那刚刚主任提得很棒，就是说这一个培训，我还会更希望他们除了技术部分之外，他们多阅读。多在人生中去他们的感受，好，他们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更多的共感觉。然后今天的天气的变化，然后隔壁的长辈为什么今天没有出来散步？好，今天的花谢花开，对这个环境中的更多的感受，都是我们在说故事里面准备的那一个很重要的养分。对，所以他们除了技术这一个层面之外，我也希望他们在学习更多非故事的领域里面去学习更多的想法。然后将来在这个部分去做扩充跟激壮。然后接下来也会培育更多客语的说故事老师。是，现在客委会在北中南东都有开设客语讲师的培训课程。好，我们有种子课程，有进阶课程。那这个课程有一个门槛，就是至少要有客语的认证，你本身会讲客语，因为客语在这一块一直在提升。
可是故事这一块也希望同时能够提升，所以故事这块提升之后，课语讲故事就变成一个运动可以推出去了。不然只有2个轮子在跑，那个2个轮子没有动，好，这个运动就觉得一直好像停滞在原地打转。所以我们也希望把故事这一块领域同时提升。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我也因为这个因缘，认识了很多北中南东的很优秀的课语的故事老师。那我们一起在故事这个领域里面去做精进跟学习。开飞先生安尼学啊，我讲学同我讲故事，是完全2件事情。无同样的事情，差几同？差东多啊，因为其实你一般神法功法啊就无较要求按度嘛。不过老细年功法讲故事的时候，佢要求嘅语气啊，人家嘅口气啊，人家嘅声调呀，就无同样啊。系啊。嗰种先生啊，讲我学来啊，就当有兴趣。冇想要继续，嘿，如果要求去干嘛嘅下，你希望去甲变作用咧哈？希望做得较发做得更讲更好，客家词汇做得更来更多，因为其实我也客家词汇其实无很多，还无讲动多我自家希望也做得考到高级认证。去年有去考，真劲东南，系通讲东南，真劲东南，讲故事我都高级安尼哦。我自家要求啦，我自家要求系做得到考到高级认证，系啊。那陆爸爸呢？你做这件事对你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你觉得？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对我自己的孩子非常抱歉，因为我几乎都在外面跑了，对，所以对自己的孩子就是比较很多人说陆爸爸你都好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说故事，会吗？我说机会很少，机会很少，对。那所以我因为这样反而我会更去珍惜家庭。好，更去珍惜亲子之间的关系。好，所以也会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幸福的力量能够带到每个地方，这样子对。好，今天非常感谢陆爸爸和个开飞先生同俺的分享，非常感谢。感谢主持人老观众朋友希望大家有闲做来谈一聊讲故事。谢谢主持人，谢谢现场所有的最棒的观众朋友、大朋友、小朋友。我们4月16号在台南有一场这个故事说演课语讲故事哦，可以关注这个课委会的网站也 FB 好，来支持课语讲故事，我们一起往前推动课语文化，谢谢，加油！多谢，咁观众朋友接下来听论先生好好运动哦。各位福喜来嘅观众朋友，有请大家去到我们嘅面书粉丝专页面站，和个订阅 YouTube 频道，随时发落福喜来嘅消息。